11月13號，加拿大星島焦點新聞：一名駕駛者喺入油嘅時候，竟然被收多油錢。嚟自安省旺市嘅男子分享，事件發生喺8月中。當佢入油後，將油槍喺車上拔出嘅時候，熒幕上嘅公升數同金額持續增加，但當時已經再冇燃油輸出。佢即刻拎起手機影低經過。佢2個月後收到客服賠償嘅禮品卡同嗰次入油費用嘅退款。佢話雖然估計自己被收多唔到5毫子，但擔心之前嘅顧客都已經被收多錢。能源價格專家就話，估計係油泵有機械故障，唔屬於惡意操作或者係人為破壞。涉事油站 Petro Canada 嘅母公司 Sunco 就回應，話涉事嘅油泵已經立即停止使用同埋進行維修。下載加拿大星島應用程式，瀏覽更多新聞。